再来看法务部进前预告讲，要修法来加重处罚有心妇女摕囡仔，罚金额对3000块提悬到8万块。今仔早起有40个民间团体开记者会，因批评讲法务部这款的做法违背性别平等，对少囝怀的现象嘛无帮助。因是呼吁法务部撤销这个修法，应该甲摕囡仔除罪化。废除堕胎罪，还我生育自主权。为全台湾来的差不多40个民间团体代表，初5早起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法务部撤回侵害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修法草案。因为法务部顶一日预告修正宪法对胎罪，有新的负责人若个囡仔摕掉，都要罚钱，为目前的3000块提悬到8万块，增加26倍以上。这毋但互进步性别平等倒退路，嘛无法度解决少囝怀问题。国家应该要建构的是正向的去建构一个年轻人愿生能养的一个环境，而不是用遏制堕胎这种行为去达到所谓的人口增加的目的哦。妇女团体嘛认为讲，这30年来人工流产除罪化甲放零是全球的趋势。附近的国家南韩宪法法庭在2019年嘛裁定，禁止人工流产是违宪的。所以呼吁法务部应该推动废除刑法对胎罪，而且甲卫福部做下部会研议。甲目前的优生保健法内底，需要配偶同意才会当甲囡仔摕掉这条删除，避免受到家庭暴力的负责人去互配偶以无同意摕囡仔为条件来威胁。在一个家暴的情况之下，这些女性如果在婚内因为婚内强暴而怀孕，目前又无法取得配偶的同意，它就会变成这个堕胎罪的科罚的，就是客体。目前堕胎罪的存在，其实是将女人跟胎儿对立，好，将选择人工流产的女性呢推到一个杀婴的位置。针对这点，法务部回应讲，对胎罪相关修正案也未定案，公开预告的目的是希望各界会当提供意见，加做修法的参考，嘛感谢外界给大家修法的建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